有这个活动，难怪来只看到他没有什么规定哦。啊？有什么规定吗？我不啊，细汉歹着市的时阵啊，拢会互妈祖来做客囝，啊，这个传统的文化吼，咱已经足侪年无来办啦吼，啊，咱今年来恢复咱这个传统的文化啊，来办这个妈祖做客囝的这个仪式啊吼，啊，咱主要就是要来学习咱妈祖的精神，吼，只要有信仰啊，心内啊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妈祖的保佑，重要啊，就是咱要来学习这个妈祖啊，慈悲关怀别人的精神吼。咱要讲第一个边啊，就是写厚德配天呐，吼，厚德配天就是妈祖的德，那是天啊高啊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日常拢爱来做德，啊做德啊，当天有影啊，咱这个今年客囝的活动，就会做一个真好的文创，就是这个有专属妈祖的平安符，咱会挂伫你的日常生活。你要做钥匙环呢，啊，你若不爱做钥匙环，你嘛会当来做你的这个吊在胸前哦，啊，这是咱的文创啊吼，咱做啊来迎妈祖啊，妈祖做客囝，咱过去咱有一个现在的活动吼，啊，这就是像以前这个传统的方式安尼，啊，所以咱啊，所有的在亲戚朋友啊，拢会当来互妈祖做囝，啊，今年特别的吼，咱拢有这个新住民的地方，就是讲哦，咱这新住民无论是来中国来新住民，也是这个东南亚咱这新住民，咱希望伊嘛应当互妈祖来做客囝，来领先咱台湾的宗教文化，融入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一些生活民俗的一些文化，让他们更快速的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就感谢大家。十岁马大总理，咱市民代表，咱伊个所有贵宾，来到你第九，伊个咱所有咱的客家路，向中华人民共天上圣庙，连三上条礼，一上香敬拜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市政繁荣。再中央敬拜。伊咱将这个咱中华人民中天上圣庙开立为文武主神，由我秉承信道观天下，三中央敬拜。伊咱祈求天上圣庙，庇佑咱所有贵宾。